啊，不用了吧，好高啦！哦，不是，这大店都送的。每個人大店都送嗎？而家啲店真係好識開啊！知道我上次生蠔未食夠，今次直接喺我屋企門口開個湛江生蠔連鎖店。聽講佢哋6年都堅持當日採購，現洗現開現燒現賣，足足11種生蠔嘅做法，就好似開盲盒咁，唔食落去永遠都唔知道係咩味。先食清蒸嘅試下啲生蠔品質。哇，超肥啊！你睇睇，每一隻都肥到不得了，食落去就好似一塊海鮮豆腐咁，鮮甜無渣，哇！真係爆漿。平時中意食芝士類嘅咧，就可以食呢個青芥芝士同埋法式曼拿汁，食起身會香甜濃郁一啲。個法式曼拿汁越食越好食，果然蒜蓉才是 YYDS。呢個檸檬陳皮燒蠔都係佢哋獨創嘅，又好神奇喎！食落去係好清新嘅檸檬味，跟住就係陳皮嗰種酸酸甜甜嘅味，好得意啊！呢個。啊，不用了吧，好高啦！哦，不是，这大店都送的。每個人大店都送嗎？我感覺我今晚真的不用睡了，還送了我一份生蠔。呢度嘅雞粥都好出名，我點嘅呢個係雞粥浸沙蟲，佢雞粥好鮮甜，完全唔係嗰種味精味啊，就係嗰啲肉嘅鮮甜味。食完覺得成個人都翻晒。而家新店開業前5日到店就送生蠔，快啲過嚟烤鴨貓啦！